敕令既下生，说服南辇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座，还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。往量谁某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念。南无听言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详其五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冯飞黄，姓女王佩仪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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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点人师领任执掌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佛学导读到此，感恩。感谢辉煌领任今天为我们导读，各位点团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晚安。组长晚安。大家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晚安啊。谢谢佩仪。晚安。领任晚安。晚安，以后学记心的那个 PPT 档给你好不好？这个好像有后学有打。